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1年7月2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篇，撒母耳下传第10章第6到12节，歌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的连结。咱咧讲到听的连结，迄就是讲因为听来结连，基本上是咧讲到同工的关系。为什么讲是同工的关系？就是讲咱需要伫一个信仰内底有同款的心志，来服侍同一个上帝。咱无应该有迄种因为个人的介意，还是无介意，还是讲坚持家己的想法，甚至咱应该伫上帝的名的下面来合做一体。5月开始伫台湾这波的这个疫情的中间，有人发出讲共岛一命啦吼，迄就是咧强调这种的概念，就是讲无论地方政府也好啦吼，还是讲咱的中央政府也好，还是讲全部台湾人来讲，无有人会当伫这个疫情扩散的这个中间来讲甲我拢无关。其实只要有人染疫，大家拢真紧张，拢有风险。也因为安尼的关系，咱咧讲同心的防疫是非常重要。要安怎来结连做伙，这是非常重要一项事。特别伫面对这个阿文人的时阵，就拄到这种的问题。咱真正就提嚟讲，因第3摆的以色列阿拉伯的战争的中间，以色列人代表所面对嘛是这种联军啦吼，有阿文人，有招募这个叙利亚的步兵吼，几啊万啦吼，特别伊招募12000人，佮对马甲王兄鼓这个请这种外国兵，大约有1000人，特别吩咐这个约押来领这个全军来应战。约押看见对方的军队势力以及因战争的方式，所以伊就拣一寡较强的部队，伊家己来带领，其他村的大部分互伊的小弟这个阿比赛来带领。约押甲伊的小弟同款，是一个真好的组合。伫情形非常这个严格紧张的中间，因彼此来帮衬，互相来支援，这是一个听的连结啦吼。约押甲伊的小弟安尼讲，如果你看见叙利亚强过我，你就过来救帮衬；如果阿文人强过你，我就过去来帮衬你。着爱勇敢坚强，为着咱的同胞甲上帝的城来奋斗战斗，愿上帝来成全伊的旨意。这是一个真水的同工的机会，这个关系啦吼，嘛是一个听的连结。伫倒位有需要，就去倒位来支援。有这种的无分彼此的听，这种同心的合作，彼此的连结，才会当来赢过抵抗这个强的势力的对立，才会通得到胜利啦吼。我想这针对现代咧讲的防疫是足类似的一个概念啦吼。基督徒伫教会内底同工的关系，必须要亲像这种的结连的关系。毋通讲吼，我家己讲家己就好啦吼。这种家己扫门前雪这种服侍心态，实在袂使吼。更较害是有的人不但是安尼，无要彼此合作，佮掠自我本位来批评吼，
来拜托别人。好啦，亲像彼此无有关系的感觉啦吼，这是较无好的一个部分吼。保罗甲哥罗西教会的这个兄弟姊妹所写的批信，伊会讲到讲，上帝听恁拣选恁做伊的百姓，所以恁着爱有怜悯、慈爱、谦顺、温柔甲忍耐的心。有救恩的时阵，着爱互相宽容，彼此饶赦。主怎样饶赦恁，恁也着怎样来饶赦别人。伫这个一切的顶悬，爱搁加上听，因为听是连结一切德行的关键。咱昨有讲到饶赦，伫这个所在嘛讲着，饶赦就是抹消，抹消才会通结连伫听内底，就是讲，咱会当对保罗写的批信中间来知哥罗西教会所欠缺，就是饶赦的心，就是迄个听的特质。因无有伫听内底好的连结。保罗看免基督徒着爱有怜悯，爱有慈爱，爱有谦逊，爱有温柔，爱有忍耐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特质。只有安尼标准，才会当学习着上帝，然后来彼此饶赦，彼此相听，互相来连结。为什么爱安尼做呢？保罗佮继续甲因讲基督所享受和平，要伫恁的心内做主，互恁有这个和平。上帝选恁来归做一体，恁着爱感谢，恁着爱互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、长长带伫恁的心内，来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、苦劝，用诗篇、圣诗。灵歌对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学了上帝，无论做什么、讲什么，恁拢着爱奉耶稣、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伊来感谢拜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，咱无论做什么，拢着是为着主来做，奉主的名来做吼。伫遐无愿意伫教会合一者的人，找真侪理由调鼓伊家己做家己的代志，即种的人根本就毋是基督徒，因为因违反了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咱着爱有迄种感谢上帝的心、谦卑的心，甲同工彼此来连结，才会通证明咱是结连伫耶稣基督的。